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2日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昨香港的罢工、罢课、罢市的行动，到半暝啊，嘛有真侪所在继续传出警民冲突。香港特首伫昨嘛开记者会，批评示威者破坏香港社会嘛阻碍市民上班上课。伊嘛强调讲，安尼做并未去争取到因的诉求。目前因上重要的任务就是阻止暴力。 12透早，穿乌衫、后面的人伫旺角破坏一间茶餐厅，甲门踢落来，沿路有示威者破坏交通设施。为着表达诉求，示威者各地抗争，甚至冲突是愈来愈严重。講完我就唔會手啦，講完。 11中度，一個中年男子干那是甲示威者冤家，就叫示威者泼不明液体，人个导火过烧起来，先要向送去病院。 各地示威行动，各地继续无要停止。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家己就出来說明，講示威者是暴徒，肆意破壞香港嘅暴徒，你哋嘅行為係唔會得逞嘅。你哋胡亂去傷及一啲無辜市民嘅惡行，係一定唔可以爭取到你哋口中所謂嘅政治訴求。 港府澄清，政府無要實施緊急法，宣布停工、停市、甲停課，呼籲民眾莫相信風聲。按過無停課，所有未少學校攏受到影響。警方清場過程放個催淚彈，嘛影響到四周的小學，引起家長不滿。防暴警察嘛入去香港理工大學，在學校抓人。按香港中文大學、理大甲科大嘛已經宣布將繼續停課。 12日迄天，示威活動隆重超過60個人受傷，其中2個青年是叫警察開槍拍受傷的。That makes it different from what other kinds of offences, because nobody else has authority to use force. They do, so you have to have a strict control. You must have proper explanation. 對警察開槍行為，學者認為警方應該先用非暴力手段，無效則使用武力甲槍。 按那示威者繼續上街頭抗議警方暴力升級，防暴警察則用催淚彈清場。香港真濟地區交通則是未叮未當。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看香港民眾昨發起的透早行動就是要讓交通未叮未當。結果有交通警察佇路邊對示威者開槍，另外閣有警察騎車去弄幾廿名的示威者，造成2個人受傷。 昨日香港警察為了要抓示威者，衝入去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大學，甚至喺校園內底發射催淚彈、布袋彈，或者是認為中共授權使用愈合暴力的手段，所以讓香港的警察嘛愈來愈失控。 防暴警察向香港理工大學拼催淚彈，校園攏是烏煙。不滿政府無回應訴求，11發起大三罷，真一間大學響應罷課，示威群眾佫想要讓交通未叮當。為天橋拼影，依然無法度阻止港警闖入校園，警方舉起甘蔗機啊刺警，發射布袋彈，致使民眾受傷，甚至有人拼汽油彈，現場是真混亂。 校園加速抗爭戰場，理大、港大、中大在內將近10間學校宣布停課，甚至連中小學攏被影響，引起家長不滿。港警表示是用上街所需武力逮捕暴徒，不過學者認為港警硬衝入理大甲中大校園，真罕見也不合理。示威行動佫升溫，學者指出，港星周主路對樓身亡事件，佫加上要求調查警方訴求，無得到回應，攏是點到示威者怒火原因。寧靜在。 建完的這個領導人之後呢，可能就讓這個警察用更暴力的手段，希望盡快把這個香港的示威者嚇怕，所以呢，才有這幾天的這麼特別的一種轉變。香港社會衝突更加嚴重，影響民生經濟。11港股淡薄超過700點，亞洲股市也普遍降低。香港有銀行佔平服務。 學者認為警民衝突依然可能在校園社會上演，甚至影響直接是科學選舉，並且指出，港府甲警方繼續引起示威者情緒，煩惱會有更加嚴重的事件。港府短期內恐驚示威有關未結束。記者綜合報道。
刷来要带观众朋友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先来看《自由时报》。新竹县一名18岁姓柯的查甫人，因为打满月查囝一直骂好，竟然甲查囝抱的一直喊。后来查某阿囝伫要被喘气，送病院检查是发现讲，查某阿囝目睭出血，脑部嘛出血，甚至检方依照过失伤害罪来起诉这爸爸。再来看《联合报》，一位姓刘的男子伫3年前检举200多位民众乌白配痰、配喙烂，拢总是领到8万外块的奖金。后来检调实发现讲，这检举影片配喙烂的角度跟时间拢同款，影片有做假哦，至少有40个人是无辜互检举的。再来看《中国时报》，香港的示威者昨发起罢工、罢课、罢市，竟然有警方对民众开枪，嘛造成香港股市大落。昨香港恒生指数是到724点，有几啊间中国资金的银行嘛暂停营业。再来看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昨开记者会来宣布伊的副手遴选，是国政国务团的总召，嘛捌做过行政院长的张善政哦。韩国瑜是讲哦，张善政伫伊心目中一定是排第一人选哦，绝对唔是无牛塞马。这个快乐的 ending 了，国政领航，台湾起飞，伫咧记者会大声话国政配，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早起正式宣布，副手的人选就是国政顾问团的总调张善政。两个人的价值观，我们俩的生命观，甚至我们看人生，我们的心境，都是希望呈现给人民，由台湾人民来做决定。陪着我们的韩总统带领国家回到善良政治的本质，这第一点。第二点原因，下架蔡英文。张善政是留美的博士，专攻土木工程。倒来国来了后，捌出任过基金会董事长，嘛伫谷歌公司、宏基电子公司担任管理阶站，而且伫咧公部门最高站做甲行政院长，嘛伫学校教册。韩国瑜讲，张善政伫咧3管校拢有经验，经历是真丰富，佮对科技领域真有研究，对国家事务推动真有利。对伊来讲，副手就爱负起互人民有钱的任务，爱甲伊的行政院长配合来拼经济，袂当像过去的副手，敢若是好文秘的角色。张善政嘛讲，原本坚持不爱做副手，嘛是因为这个原因，佮加上想要替韩国瑜规划国政施行更较顺利，落尾才愿意来接任。副总统人选的过程之中，其实张善政院长一直都是首选，这个我要特别来报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组合，总统跟副总统的组合，不是光选票上的考量，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将来为国家做事情分工上的考量。韩国瑜讲，针对伊的副手，外界一直有真侪想法，毋过伊心内人选自头至尾拢是张善政。不如果两个人确实用真侪时间来讨论，才得到对方的答应。未来两个人的组合，希望讲提供予民众另外一个选择。若是对手定下副手人选，伊是讲等待对方正式宣布，才过来评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的太太李嘉芬，昨伫屏东开讲，伊讲哦，现在国小3年级跟6年级拢有教一寡性行为，造成真侪妈妈是真烦恼。教育部长潘文忠是非常的不满，谴责公众人物乌白讲，把性平教育当作是政治操作的手段。李嘉芬是讲哦，真侪妈妈拢家己反映讲，校园性教育的内容哦，互因真烦恼。教育部长潘文忠嘛随开记者会强调讲哦，伫国小的教科书完全是无李嘉芬讲的内容，教育部嘛已经解说过真侪遍咯。李嘉芬是公众人物，却公开讲一寡无影的代志，造成社会大众的不安哦，嘛侮辱着推动性平教育的教育者，实在是真无应该。再来看民进党总统的选举，刚会推出蔡赖配，赖清德昨伫台中府选并无正面的回应。伊讲哦，互总统蔡英文高票当选，民进党国会过半是无票。第10届底美国参众两院拢通过特别法案，总统蔡英文伫10月接见美国外交政治全国委员会访问团时阵，特别感谢美国国会跨党派支持台湾参加国际活动，
美国是台湾上重要的战略加经贸朋友，会加强合作，捍卫民主价值。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战略跟经贸的伙伴，台湾站在守护民主价值的第一道防线。我们会继续跟美国以及理念相近的国家加强合作，来捍卫民主的价值跟生活的方式。2020大选剩2个月，对国民党韩张培、韩国瑜张善政搭配参选。赖清德10月到台中辅选基进党的立委参选人陈碧慧挑战那样的颜宽炳，无讲错赖配。那我们一定要严阵以待，一定要尽我们的全力，然后达到蔡英文总统顺利高票当选，立法委员选举可以过半。那确定错赖配，那日两边的副手是2个前行政院长对决。赖清德讲到张善政无讲选战，是讲当年张善政对台南地党的合作。对于张善政院长，我一直都心存感激啦。在地震的时候，他给予我们许许多多的帮忙，协助台南市重建。我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辅选啊。伫错赖2个人催离港台了，赖清德突然出现，替当一个立委参选人徛台。蔡英文副手的连选有其上紧伫拜四宣布。到时就知影是毋是错赖配对韩张配。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到底敢有机会出来选总统？昨日伫公开场合是讲到，若准宋楚瑜要选总统，伊会祝福伊。也毋过宋楚瑜嘛是还未表态。参加公益记者会做开奖暂行营的神秘来宾，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出现伫个公益场合。对宋楚瑜可能会参选2020，以乐观其成。宋主席他有他的想法啊，我想我到现在也只是透过你们媒体来告诉我，我只能说祝福他也希望他能够替台湾呢能够做一些对台湾社会有意义的事情。郭宋无要配，不过2名的幕僚早就已经接触合作，目标是国会。国办发言人蔡进如讲，当初郭台铭拍算要选总统，自民党有讲要支持，不过无讲到门票的代志。他一定要把这张门票给谁？那他也没有主动跟我们说要把门票给我们，所以大家应该可以看到，在国庆日当天哦，其实郭跟宋之间的互动几乎是趋近于0。我们不排除，不管是在国会的合作，或者是区域立委的合作。如果不喜欢亲民党的，麻烦你也投给民众党，没有关系。郭宋合作是毋是去压缩掉加郭文铁民众党的合作空间？蔡清如加张世文拢讲，这边大选未跳过拿到另自小党的力量，拢会继续加民众党合作。宋楚瑜可能会出来选总统，也看到王金平的后一步。我对国家对人民这个服务的一个这个心意呢是从头到尾都不变，一定坚持到底。那未来发展怎么样，就顺其自然。王金平对郭宋合作是尊重祝福，也讲家己一定会坚持到底。宋楚瑜是不是再选，除了影响拿了，也看到第三势力的合作。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哦，今仔台湾附近的云是真少，日时哦各地拢是侪云好天的天气。来看上新的云图，今仔天气较早差无偌济哦，早暗天气拢较凉凉。今仔的透早上低温是桃园的大溪，只有12.5度。日时各地是侪云好天哦，加东半部地区会落一寡雨。也毋过今仔暗时到明仔载会有一波大陆冷空气南下哦，东北风会增强，这方面的北部。东部地区哦，天气会湿湿冷冷哦，也毋过中南部还未受到影响，天气是真稳定。日时的温度会较悬哦，也毋过日时甲暗时的温度会差10度以上，所以厝里有老大人，也是有心血管毛病的观众朋友哦，就要特别注意。再来看天气已经变得较寒咯，中央气象局预测哦，这礼拜有真侪所在哦，早起跟暗时的温度会降到只有13度哦，所以日时跟暗时的温度是差真侪。昨伫台东的基本就有一位76岁的女客，因为心脏病发作过身。
早起8点左右，台东县消防局伫咧知本地区紧急甲一个伫户外活动新戏功能停止76岁查甫游客送病院来急救，不过到9点外急救无效来死亡。医师表示，在伊即天台东地区透早气温较低，即个游客佫有心血管疾病的病史，可能是因为安尼引起心脏中风。提醒民众千万要注意爱穿好烧。活动、散步，或者说你做什么样子的这些暖身运动，开始流汗了，你再渐渐脱掉你的衣服，不要天气很冷就直接出去，很容易因为太冷血管收缩，血压可能就高上去了。医师佫提醒，年岁超过45岁查甫人、甲55岁以上的查某人，家族有心血管疾病病史的民众，拢是寒冷的时阵低温心血管疾病较会发作的高危险群，自我健康管理都要做好。那你可以控制的就是你的血糖控制好不好，你的血压控制好不好，你控制的越好，出危险的风险，你的破坏就会越少。中央气象局预测，这礼拜天气寒搁大，各地早暗的气温会降到13至16度，毋过日时嘛是会看到日头。医师提醒，寒冷天气好不一定代表温度就较悬，建议年岁较大的民众，若是要出外活动，上好有人陪，也是讲去人较济所在，嘛不若真正昏倒嘛，较会当急救。记者综合报道。体大车饼，咱来看世界12强棒球赛6强的比赛，昨台湾队是对阵墨西哥。台湾队虽然有攻出3支的安打，也毋过最后是以0-2输球哦。今仔暗时6点，台湾队要对南韩队哦。公司13台会来转播，大家做伙来帮台湾队加油。打出着互墨西哥的打者一粒时速150公里的球，路米少年名3A 投手江少庆担任这届世界12强棒球赛复赛首战的先发。第一个下半场就互第一个打者拢无攻到任何球，向三振。连续3届三振结束第一局，江少庆伫咧第2局、第3局继续封锁墨西哥，而且搁伫咧前5局连续8届三振。啊，毋过伫咧第5局下半场的这粒直球，却叫捕手索利斯掠到，轰出一支索路。中华队暂时用0-1输1分。若是中华队的第一支安打，是这届第一届出场的郭彦文，伫咧第3局的顶半场攻出来，所落来林铁栓4拍球保送，不离个连续2个练投球出局，留1-2垒的残垒。第4局顶半局，王必强若像有得分的希望，伊攻出安打了后，后一棒林鸿玉拼死走垒，徛起哩1垒4分，变做雷亚安打。啊，毋过真可惜的是，墨西哥提出挑战了后，转来改判出局。第7局顶半场，林鸿玉4拍球保送了后，吴金良代打出场攻出安打，啊，毋过同款是无得分。随风接近投手，7、8局压制墨西哥的打线，啊，毋过中华队伫咧第9局的顶半局，最后进攻的机会，同款是无法度突破，落尾去互远方用0-0吞下第1败。中华队11月12要来甲南韩比赛，总教练洪一中伫比赛进前表示，若是想要抢明年东京奥运的门票，甲南韩的这战一定爱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国电商阿里巴巴发起的双11购物节，伫今仔透早结束。今年的新交易是人民币2684亿哦，代票一条1541亿，比去年成长25.7%，全球有超过5亿个人拢有消费。双11购物节到第11年，今年阿里巴巴特别请美国流行歌坛天后泰勒斯唱歌跳舞，要来插尾去。当然一开卖到1度抢滚。数据已经突破了100亿。这1份36秒交易额到100亿人民币，差不多新台票430亿。63分钟了后，佫是破1000亿人民币，差不多新台票4300万亿。安那伫拄开始卖18分钟，交易金额已经是2014年一天的业绩。阿里巴巴购物节目前是全球规模上大的网购势力，交易金额比美国50礼拜五甲11月30日 Cyber Monday 加起来更较多。去年达到9000亿新台票，比2017年成长27%。虽然讲业绩逐年成长，不过今年面对真侪挑战。第一，今年第一摆补充万人马云；第二，中美贸易战，嘛互真侪进口商品价小变悬。目前看起来，民众消费热情无减少，开始卖了后，新高金价成长速度比去年更较紧。有分析认为原因是少年族群的消费能力强，对国际进口商品需求增加，所以直播嘛开发寡济市场。
虽然阿里巴巴伫所上股票排第一，毋过长期对手京东商城，甲成立了3年，去年就伫美国上市拼多多，拢想要抢市场。阿里巴巴面对竞争，也是能继续创下好成绩。现时有13亿人口的中国，网购市场也是真大。记者综合报道。昨昏有真侪网络平台业者是用真俗的介绍来拼市场，有业者嘛投资几啊亿做一个智慧型的仓库，透过 AI 的技术来发货哦。嘛有业者是推出讲伫6点钟以内就使收到货，所以实在是非常的竞争。17栋大货车将一箱一箱货物送到电商业者物流配送基地，工作人员下货了后，佮用条码机做确认把握时间，要赶紧将货送到民众手中。整体的仓库跟那个物流的部分，大概加派了近2成的人力。从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早上的10点，那仓库陆续在出货。那我这边初估大概已经超过近10万件的出货。那目前仓库也持续在出货中。另外一间家电业者透过 AI 高密度技术，开数10个打造智慧仓图，将商品精准分类后，延伸6成出货时间。我们使用的所谓的 AI 高密度动态储存决策的技术，那整合之后，他们可以提供我们最佳的储存位置，以及最佳的这个拣货的这个排程跟路径，所以我们在出货的时间整个大幅的缩减。今年1摆电商双11国不节开始，业者拢拍出限时上俗价甲限定加码应战，甚至还佫推出6点钟到货服务。根据台湾汽车货运仓图产业工会的统计，自从本土电商假日双11战场后，敢若是一间物流业者的送货量位自2017年58万件到去年65万件，用要超过农历过年的送货量，按算今年也会升悬。配送到消费者的那个小车来计算的话，平常的话就必须要2趟，那如果在双11的话，可能就会3趟，最多会到4趟。伫电商业者抢紧拼出货同时，汽车货运程度产业工会也呼吁，伫长期欠工的情形下，唔通伫商品业面上保证会一定当日送到位，对了沿港嘅意外事故发生，免避免货运司机过劳。记者综合报道。搁这新闻来看，南美洲玻利维亚选举出奥部的争议，因为红掠的证据，总统莫拉里斯表示，伊愿意重新来举行选举哦，也毋过反对派嘅军方、警方是强烈反弹。在位14年的莫拉里斯嘛，已经宣布辞职落台。Estoy renunciando, justamente para que mis hermanas y hermanos, dirigentes, autoridades del movimiento socialismo no sean hostigados, perseguidos, amenazados. Lamento mucho. 因为选举舞弊电信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里斯，随即伫电视演讲宣布要辞职。副总统也个参议院议长也最近下台。消息传出了后，首都拉巴斯的街头有出现大批反对镇压支持者伫咧庆祝。Creo que todo el pueblo de Bolivia se siente feliz. Hemos tumbado un dictador, hemos acabado con un régimen de terror. Hoy en día estamos felices, pero esto no puede terminar aquí. 莫拉里斯的主要竞争对手前总统梅萨推文恶露民众和平反抗的英勇行为，讲玻利维亚人和全世界上了一课。明仔载，玻利维亚将会是一个全新的国家。伫古巴委内瑞拉的国家领袖，一个巴西左派领导人前总统卢拉等人，是出面谴责讲这是一场政变。负责监督这场选举的美洲国家组织，伫吹集公开讲，因发现这场选举互人操控的证据，选举结果应该废除无效。国内外压力增加，国家上几多位伊的政党的伙伴，以反对党群众威胁因厝内人的人身安全为理由，连续请辞。当了3礼拜坚持无爱提莫拉里斯，态度总算放软，讲会重新举行大选。验过几点证据了，军方高层是出面讲，安尼是也阁无够，讲为着国家的和平甲稳定设想，莫拉里斯爱下台。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马来西亚前首相纳吉，昨予法官裁定滥权甲洗钱等7项罪名，纳吉上侪有可能会被判20年。马来西亚前首相纳吉出席高等法院审讯，法官提出各种证据了后，裁定纳吉3项洗钱、3项刑事违反信托，甲1项滥权罪名成立。
爱替伊马发展公司下开 SRC 国际公司一笔4,200万令吉，差不多新台币3亿900万的款项，为早有到苏联小学提出辩护。Although I'm sad that defense was called, in many ways I'm happy for two reasons. One is you will hear the real story from the accused, from Dato' Sri Najib. 伊马发展基金是纳吉伫2009年首相任内成立的主权基金，目的是要推动经济发展。不过，这项基金所欠真侪钱，无法下个贪污洗钱问题，被美国等国家介入调查。目前已经知影，伊马基金向侵退资产有45亿美金，差不多新台币1400亿。纳吉嘛向掠到有不明款项，入去以私人口座。纳吉去年大选输去了后，就向指控40多项刑事罪名，不过伊直否认有非法行为。He has to tell his story, his version, what happened in SRC as far as he knows, and what are the things that he can dispute in relation to whether or not he actually control SRC. 这个案件调查是在检方传唤57个证人了后，犯真侪对纳吉不利证据才审案。检察长汤马斯讲，纳吉就亲像皇帝精心设计伊马贪污案。纳吉若向定罪，会面对真侪罚款，敢要将罪名爱坐加15到20年。记者综合报道。多西亚圣彼得堡大学传出一名真有名的教授，家己学生嘛是女朋友抬死，但入去河边哦。这个教授嘛因为啉酒醉跋入去河里，互救起来就救起来的时阵哦，发现讲伊盘仔内底有部分的尸体。圣彼得堡大学历史学系的副教授索克洛夫的律师讲，索克洛夫已经向警方承认伊杀人，也强调索克洛夫伫咧犯案的时阵，个人压力正大，情绪正激动。警方伫咧索克洛夫徛家附近的这条莫伊卡河，发现被分解的尸体。索克洛夫是伫咧想要把尸体弹掉的时阵，因为啉了伤过醉，跋在河内面。救援人员甲救起了，发现伊的盘仔内面有互人分解的手，就赶紧报案。尾仔警方伫咧伊厝内找到一个女性的尸体，有一寡已经被分解。根据索克洛夫的证词，死者是伊24岁学生叶申科。两个人是情人的关系，伫冤家时阵失手甲对方抬死。根据地方媒体报道，伊打算甲尸体处理好了后，加坐拿破仑到圣彼得堡的地标彼得保罗要塞家己自杀。伫杀人案被报道出来了，不互伊教过学生，形容伊的脾气其实是真奇怪。Очень часто дает волю эмоциям. Не особо следит за своими манерами. Более половины курса ушло на пересдачу, потому что кто-то как раз из-за того, что сомневался в качествах Наполеона как военного ил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деятеля, кто-то еще по каким-то причинам. 索克洛夫是拿破仑的专家，也甲俄罗斯的官方交情真好。伊捌担任过俱乐部电影的历史顾问，也搁伫咧拿破仑战争历史重建活动中演出。伊捌伫咧2003年举办法国的英国军团勋章。也捌是里昂社会科学、经济加政治学院的成员。英国学院已经伫咧9号宣布甲索克洛夫除名。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昨日本东京发生一台货车弄到一顶过马路的幼儿园小朋友跟老师，造成4个囡仔受伤。再来看印度甲孟加拉沿海地区哦，这几天因为风台造成20人死亡。另外，伫澳洲这几天哦，嘛发生火灾，当地政府嘛警告伫雪梨的地区可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规个看起拢是烟。澳洲的新南威尔斯州上万公顷的森林规个导火，刚刚伫麦爵里也将对所在导火，规个看起拢是红色的，袂输敢若是世界末日。My car's packed, ready to go. I'll make a judgment call. I might be out of here in 10 minutes. I might be out of here in half an hour. I'm not sure. 科学家讲，澳洲每年拢会因为天气大数引发野火，不过今年气候变迁的影响加重，冠军造成野火季节延长，再加上强风侵袭，伫过去几个月就已经发生几多百件火灾。灾情自初月开始扩大，新南威尔斯州、昆士兰州同时发生几多件大火，已经烧掉超过85万公顷。两个州昨日拢宣布紧急状态。澳洲人口上侪雪梨甲附近，昨日会拄到上严重等级的灾难性大火。
We know the weather forecast for tomorrow is at catastrophic levels, and based on that, plus the conditions we've experienced in the last few days, I've accepted the advice of Commissioner Fitzsimmons and declared a state of emergency across New South Wales. 当局有证伫12雪梨附近的温度会到摄氏37度，而且有大水强风。这是澳洲自2009年实施新的野火分级制度以来，雪梨第一遍列做上悬危险等级。几多百间学校会关起，最近的大火也破坏雾尾熊的栖地，估计至少有350只雾尾熊被烧死。另外来看南亚地区，热带气旋布尔布尔伫吹袭侵袭印度加孟加拉沿海地区。 风速到每点钟120公里，造成5000多间厝损害，20人死亡，超过200万人住伫咧避难所，港口、机场拢关起来。布尔布尔继续向内陆山震动，伫10月已经转做低气压。印度当局讲，伫东北部依然有可能发生大雨。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2015年发生的八仙顶爆案，造成15个人死亡，483人受伤。活动的主办人李忠杰路被判刑5年，目前嘛关伫监狱。其他相关的负责人暂时确定无起诉处分，包括八仙乐园的董事长、总经理等11个人，因为高检署调查了认为证据无够，虽然受伤的人跟死者的家属第3度来申请再议。 地检署是认为已经无继续调查的必要，驳回再议，所以专案是无起诉处分确定。再来看高雄，昨是佮传出考到阿婴仔的事件，囡仔头壳内底出血规身躯拢有风拍的伤痕。社会局是表示本来这阿婴仔是妈妈的亲情的照顾，这2日互妈妈甲当机的人带回去虽然2个人是否认讲有考到囡仔，也毋过社会局是认为这代志无单纯，要求警方一定要查好清楚。你整天在家里都在干嘛？小孩都不管。 爱家长唔通伫生气之下管教囡仔，才袂有家暴行为。这是社会局宣导影片。啊，毋过伫7早暗暝，高雄一名1岁查某婴仔因为分别送去高喜，医疗人员发现伊头壳内底出血，骹手有伤痕，怀疑被家暴。这小孩子是怎么了？社会局表示，查某婴仔这2天主要照顾者是妈妈甲伊的当事人。 2人拢无承认有虐待，啊，毋过查某婴身上身躯伤痕拢有，还佫亲像被染过粉者。社会局清查了后发现，这查某婴有真侪人照顾过，按一一来调查清楚。 因为脑压还非常高，还是处于昏迷，所以现在医院会再进行第2次的开刀。所有的伤势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谁是照顾过他？什么时候发生？为什么会有这么重大的情势？也希望透过警方跟检察官能够厘清这个的一个真相。 社会局表示，查某婴过去无通报记录，无属于高风险家庭。即摆是医疗人员通报才发现，后续会追踪治疗情形，也会协助病医做验伤甲配合检调侦查。呼吁民众发现囡仔身上有伤痕，甲会惊的行为，要勇敢通报，避免有囡仔受到伤害。记者综合报道。 因为中国限制旅客来台湾自由行，9月份、10月份的中国旅客是比以早降低减少5成，也毋过受到日韩贸易战的影响甲香港反送中的运动，台湾变做是日本甲韩国旅客上爱来的所在。 身份证早起就有真侪拄各国来旅客拖行李伫咧登卡翕相，有的旅客真认真伫经破手。虽讲今年受到中国限制，中国旅客自由行比去年降低605成，啊，毋过日本、韩国旅客嘛成长真侪。除了中国旅客以外，国际旅客整体成长16%，5月是破70万人。We are going to go Tainan, Tagao, Kaohsiung. Next time. How do you feel this trip? Very nice. Yes. Very good. Taiwan, very good. Fan and Yellow Geopark. It's easy to, the transportation is really good, so it's easy for us to go around. 有旅客学到台湾的交通真方便，后届阁要挑战去中南部旅游。根据观光局统计，今年9月份，中国旅客人数降到116000人，甲去年比起来是降4成6。不过，除了中国以外，其他国家旅客5月来台湾的人次破70万人。 尤其是日本旅客成长16%，韩国旅客嘛成长到23%。好像9月开始比较少一点，韩国、日本、菲律宾、印尼、越南
对，这些比较多。日韩的部分就是他们有贸易战，这边台湾就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标的。大陆我们选举接近大陆都会有这种建设动作。那今年是比较特别，今年是提早，而且动作又加强。观光学者分析，受到7月份日本韩国贸易战开始，日本韩国的观光交流受到影响，还有香港抗争的关系，台湾变做东亚旅游的新重点。就算讲选举伫要到啊，中国加强对台旅游的限制，不过其他国家旅客市场嘛是真值得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民众若是啉酒会使叫人来斗赛到赛车，叫做代理驾驶。也毋过车行认为，因甲代理驾驶是合作，所以因无劳健保，只提供7年保险哦。洪台天嘛袂叫因接单。因为啉酒了后袂当赛车的道路规则，民众透过手机 App 会当找到啉酒了后代替你驾驶的服务。2016年6月份上线的台湾代驾，是全台湾第一间啉酒了后代替你驾驶的平台。会先面试找有资格驾照的驾驶，变做这个平台的司机。强调讲想要就煞就就煞，想要休困就休困，做工课时间是真自由。不离个代驾时阵必须要请假。用户会当对司机评分也是投诉。平台业者指出，若是每接一单会甲司机抽成20%。目前伫咧线顶接单的司机，全台湾超有300-400人。目前是用全职的状态来做经营，应该是说晚上9点到白天的凌晨4点，平均至少6万块吧。不过最近有台北市议员质疑代理驾驶甲外送员面对同款的状况，业者甲司机之间算是承担关系。司机若是要投保劳健保，就要另外家己纳钱。不过业者表示，因甲外送平台也是有政策，会提供予代驾司机责任保险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能够提供更好的这个安全性，或者是这个保险等等的一些东西，提供给这些辛苦的代驾司机。好，但是我认为在这个雇佣跟这个承揽的认定上面，我觉得其实是还有讨论的空间的。共享平台临时工的经济开始流行，学者指出，即马确实有真侪 App 平台拢是伫咧雇佣甲承揽关系之间，要安怎来定义，毋是干那台湾拄着，嘛是世界各国拢爱面对的新功课。清洁平台。然后或刚讲代驾平台，然后还有一种叫跑腿代购平台，全世界各国都对这个平台经济的零工经的兴起都在伤脑筋，说要怎么样来因应。可不管怎样，我们台湾跟各国都一样，都劳动法令确实是要再做一些思考，看怎么样因应这种新的经济模式。劳动部表示，针对雇佣关系甲承揽关系的认定原则，预计最近就会公开，会当对劳务提供的方式做一个综合式的判断，提供予劳检单位或者是法院有判断的标准。要安怎维持新创产业的发展，佮会当保障到劳动者的权益，佮会等待政府来实行。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宜兰政区真久的台北宜兰直行铁路，煞升级变做是高铁到宜兰。交通部是表示，因为铁路直行代替会了钱，所以才使用替代的方案。也毋过嘛是有人批评讲，这实在是新事先过头咯。交通部启动高铁延伸到宜兰综合规划，决定高铁延伸宜兰取代北宜直铁。因为北宜直铁对代替的载务会造成困难，经过研究了，认为甲北宜直铁较为轨道改做标准轨，会当采用高铁延伸。北宜高铁就是我们现在北宜直铁的替代方案。那目前是在进行综合规划，那后续我们还会提出环评。好，所以外界也在传说这个案子不经过环评，这也是错的。照法规，公共建设的第一步是先期规划，也就是可行性评估。包括技术可行、市场可行、财务加环境可行，也有综合财务规划。交通部认为，北宜直铁伫18年通过可行性评估，伊当阵行政院核定的时阵有讲，除了北宜直铁，也能考虑高铁，所以即马采用高铁延伸宜兰代替直铁，直接进入综合规划阶段。高铁它需要的强度等级都不一样。那我不认为说台铁那种北宜直铁的可行性评估报告可以拿来替用，这样是投机取巧。前交通部长霍丹丹讲，看过去北宜直铁的可行性评估，并无纳入营运的考虑，无够完整。即马要升级成做高铁，起好了，移交予高铁公司营运，国家无适用直铁的可行性评估。将来的票价是怎么样？然后它如果发生这个维修上的责任的时候，该怎么样立定？这些事情恐怕都应该要让高铁公司有一个明确的确认，说
好，这些事情是与现代高铁公司在营运上跟财务上是没有影响，或者影响是可以控制的。对各方的议论，交通部强调，因为伫个过去北宜地铁可行性评估的时阵，对当地环境已经有充分的了解，直接做综合规划，会当省差不多2年的时间。所来路线的小可做调整，撇开水源敏感区，加国道5号，方便做宽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中华科技大学学生团队因设计一款 VR 游戏，参加国际比赛，摕到2等奖，嘛是唯一得奖的台湾团队，实在是真厉害。咱做伙来了解。加入适合院，雄雄撞出过来的查某鬼，大家紧使用配备，甲查某鬼拍死。大家伫这个 VR 的装置，规人就进入虚拟的世界。这个游戏号做适合院 VR， 无尽深渊，好耍又个刺激。设计者是桃园市青年事务局和联华科技大学新创团队爱奥特多媒体工作室的少年人所开发的，希望让体验者透过这个游戏展开斩妖除魔的旅程。有一位富有人家呢，他住在这个四合院里面，然后就是因为一些外地人啊，然后带了一些就是诅咒的物品，然后来到一个这个村庄，然后不小心把这个诅咒中的魔物呢，就散发出来，我们就展开一个斩妖除魔的一个道路。设计者延续进程，在台湾适合院的文化，这届更加增加更加多除魔的关卡。为着进行游戏的测试，设计团队进驻伫咧桃园青年事务局所成立的安东青创基地，运用虚拟实境的显示器来测试作品。更加伫咧2019年星沙杯全球虚拟现实内容大赛，150组的团队内底摕到2等奖。这个作品其实它也还没有完全开发完成，所以我们预计是会先把这个作品开发完成之后，再去想下一个专案到底是什么。设计虚拟实境游戏，唔但爱有真好的合作团队，更加需要时间，也有耐心，一直测试，才会使让大家有上届真实的游戏感。所以来青年事务局的协助青创团队到日本来敲合作的机会。台湾 VR 设计团队有希望会使进入国际市场，让世界看到咱台湾少年人的潜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的药剂有一间饮料店，因举办一间店长的活动哦，特别邀请阿公阿嬷来体验。这间店佫真有爱心哦，每一间开店的头一笔收入拢甲伊捐出去。伫台南药剂有一间手漆茶店，这间店甲平常时啊无啥共，内底店员竟然是5个加起来超过400岁的阿公阿嬷。原来是店头家陈文洲邀请华山基金会药剂站的老大人。来店里挑战做一天的店长。来是结账这粒4月了，收钱，好，点钱就收起来。头家真有耐心，甲阿公阿嬷解说要安怎接待人客，要安怎做饮料。阿公阿嬷拢听甲足认真，还伫在啉手漆茶的老大人，即摆会当家己做饮料，拢感觉真心惜。我第一次来到这饮料店啊，就是做这个。好像尝试了我觉得很新鲜呐。店头家陈文洲平常时就真关心老人议题，即摆为着要甲华山基金会一间店帮助一个老大人的行动到站声，甲逐工开店的头一笔收入捐予基金会药剂站做服务经费。善心的团体这样子在陪伴这些老人家，那我觉得他们做任何活动，我们其实我都是愿意支援的。我觉得我们能付出的就付出了。其实只要1天40块。其实店家捐出这第一笔的一个收入，那也是呼吁说消费者可以1天省下一杯饮料的钱，那就可以帮助我们。透过一寡行动，唔但会当互老大人加活动，过到更较欢喜，嘛互更较侪人注意到照顾老人的议题，互孤单的老大人感受到社会温暖甲关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内埔乡有一位农民吴文志哦，伊伫6年前因为身体无介好，就离开科技公司，转去庄脚来做事。伊无倒来栽培番麦笋哦，嘛伫园区内底来饲鸟仔、食虫，互环境甲生态会使产生一种平衡。家拄收落来的番麦笋被互开，青也阁有真侪水分。吴文志伫咧屏东内埔种植已经6年啊。顾番麦笋那亲像是咧顾囡仔共款。伊讲番麦笋1年4季拢会使收成，只要伫咧适当的时间也有机肥，种出来的番麦笋自然就会真清甜。一般外面的玉米笋的话，它都是已经剥好了，然后
放在一个那个保丽龙盒里面，所以它的口感看起来是很干柴的，因为它很容易就是水分会蒸掉。然后我们的玉米笋是整只这样带壳出货，就不外面只剥掉1、2叶而已，所以它整个甜度跟水分会直接锁在里面。在5文字的温室内，散步过时就会使看到青猪仔四界行大的形影。伊也搁在温室4颗梨啊，种咸姜啊，防止鸟鼠也搁有蛇入侵。这是伊坚持无要除农药，用生态平衡的方式种植的理念。如果虫害进来蜜蜂温室的话，很容易会造成没有天敌，然后会在里面泛滥，所以会在里面养了就又补一些绿血眼放进来，然后让人在里面帮我们当24小时的帮手。杨俊5文字是伫科技公司上班，后来伊的身体出状况，转开始做农，开30几班去6间网室，成功用有防虫害的方式种出天然又高好食的番麦笋，这也是伊成做一个做事人认真打拼的成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的水稻博物馆哦，内面有一区土山哦，就是咱讲的罗汉松哦，有一张特别大张，爱3个大人的双手才扣会起来的树啊，咱做伙来看卖。台南水稻园区内底有30多张的罗汉松，有的树啊爱一个大人手挺开才摸会掉，其中一张阁爱3闪，伊树身的直径超过2米，初步估计树龄得100年。这么大张的罗汉松，连园艺专家嘛惊一条。那一般生长的那个海拔都是在比较低海拔平地啊，都可以常常看到。我这一辈子看到的罗汉松最大，也不过是2个人合抱，而且是在日本看过的。所以在这个园区看到的罗汉松应该是很稀少的。专家讲，这张罗汉松是伊目前在国内平地看过上大张的罗汉松。伊捌伫日本看过差不多大小的罗汉松，迄当阵开价就1亿日票。若是安尼算起来，这张罗汉松应该非常值钱。以价钱来讲很难讲啦，因为物以稀为贵嘛，它是非常稀少的，那价位应该是相当高。如果市面上有3个人抱的罗汉松啊，那价值应该是可能都是1000万以上的价值。台南山上花园水稻博物园区，除了有古迹甲珍贵的净水设施以外，嘛因为较早是水源地无对外开放，所以保留非常完整的食物生态。除了罗汉松以外，园区内底树仔拢真大丛，文化局嘛已经委托专业单位进行调查，未来嘛规划环境教育学堂。有非常多元而且丰富的树种，那也希望说日后可以跟社区或者是其他大学做更进一步的合作，那开设类似像环境课程这样子的生态课程。水稻博物馆对今年10月初10开园到即马，已经超过23万人次来过。即马阁发现园区内底有珍贵的树群，园区内底到底阁有偌济生态宝藏，等待民众家己去发现。记者综合报道。咧雨伞的感情哦，是查甫人定定吊吊的感情。国家卫生研究院有上新的研究发现，讲有一种分子，伊会使来控制癌细胞。研究的成果嘛，刊伫国际期刊。前列腺癌，伊个叫做裂口腺癌，是国内男性定看癌症。过去治疗方法采用手术、电烧，或者是荷尔蒙的治疗。不过癌细胞伫2-3年内，较会复发或者转移。国家卫生研究院上前研究发现，只用一种天然分子，加比成本一致，又叫做 CAP， 可当有效的抑制癌细胞复发甲转移。雄性素如果是一个棒球，你受体是一个手套，你棒球丢出去要手套接住才有用。结果你受体被分解掉，那你球丢出去没有人接，它就没有办法产生下一步作用。国卫院研究团队表示，前列腺癌的复发甲转移，主要是外靠向性激素受体进行传送。研究发现 ，CAP 是种庞大萃取物，会当有效的抑制雄激素的零酸化，和雄激素受体彻底分解，去阻断细胞形态、癌细胞复发，或是产生抗药性。伫鸟切实验已经证实，会当有效抑制癌细胞生长。喂食开始6到8周就可以产生效果，那换算成人的话，大概也要乘上6倍，所以大概是40到50周，也就是大概是1年内应该可以看得到预期的效果。另外，研究嘛发现，叶毛线诊断甲相性秃头，拢甲雄激素受体甲雄激素有关系。若是用 CAP 来改善这问题，研究团队未来希望争取经费，建立人体试验，互更多患者受惠。
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抗癌的新发现哦，有全世界第一个利用基因编辑甲免疫疗法来治疗癌症哦。有3位癌症的病人接受这款的治疗，其中有一个病人有正大的改善。美国研究人员头一摆用 CRISPR 基因编辑配合免疫疗法治疗癌症。3个接受实验的患者，2个人得骨髓癌，另外一个生恶性肉瘤。因拢是伫接受正规治疗无效了后，长期试看卖这项先进疗法。宾州大学研究团队先将病患血中的免疫 T 细胞提出来进行基因编辑，就是利用 RNA 测到有问题的 DNA， 用一支分子夹刀测读这个错的基因，再伫欠缺所在打正确的 DNA。So outside of the body, in the laboratory, we take these cells, expose them to this CRISPR-Cas9, take out, in the case of this study, 3 genes that we think by taking them out will make these cells work better. Then we insert into them another gene that puts on their surface the warhead. 研究人员将这建立体管的免疫细胞用输血方式放入去病人体内。好因的免疫系统接受，用以来对抗癌细胞。The excitement about this study is given that these cells have survived in the patients and have been successfully created, this can act as the basis of a whole new generation of clinical trials using different targets, different editing of genes, different techniques for different cancers. 3个接受这项疗法的患者，其中一个人在2-3个月了后病情稳定，一个人恶化，另外一个人搁在评估。研究人员初步认为这项疗法是安全的，会扩大进行实验，进一步观察基因编辑的效果甲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8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8度。华岛地区上低18度，上悬29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台语台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